呢個內幕消息嗱係熟人先話你聽啊！假設咧國家電網咧就係用10,400蚊去收啦，你只要就成本價1萬蚊買到嘅話，你實食冇黐牙400蚊，一定賺硬㗎。一個咧就係45歲嘅從事女按摩師職業嘅，咁佢喺2024年嘅11月咧，就咪喺 WeChat 咧就係透過咧就係喺揾附近嘅人咧就係識咗2位咧陌生人，跟住然之後咧話不如咁啦，呢2個人咧話我哋喺 WhatsApp 裏邊再傾啦。2個人咧就話佢自己咧都係從事中國電網集團有限公司嚇，仲分享咧就話有內幕消息。呢個內幕消息係咩咧？嗱。而家咧，如果啲金屬咧你買咗嘅話咧，跟住國家電網咧就會係高價嚟收翻㗎啦。即係假設咧，國家電網咧就係用10,400蚊去收啦。你只要買到用就成本價1萬蚊買到嘅話，你實食冇黐牙400蚊，一定賺硬㗎。呢2個人咧就係同時間咧又去分享一個連結俾佢啦。咁你入咗啲連結咧就係國家電網有限公司嘅應用程式。呢個女按摩師就係不虞有詐。即刻登記成為會員，仲埋入埋個金咧，就係去個指定嘅銀行戶口進行交易咧。帳面上當然就顯示到有利潤啦。當事主嘗試去提現嘅時間咧，帳號咧就突然間被凍結啦。就問客服啦，好簡單。你交保證金啦，你俾20萬嘅保證金咧，你就可以解凍，仲可以攞翻啲盈利添。好彩呢個女按摩師同個女商量，所以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。個女點醒佢之後咧，佢即刻就去報警。提防變始由你開始，如果有問題嘅話，就記得打電話熱線啦，1822啊。